咱来看到国际新闻，讲到这美国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，伫咧当地时间2日深更发生一台客机跳落来跑道，煞去撞到地面的车辆。根据着 NBC News 的报道，讲这无人机正副机师2个人已经过往，不过官方到今也未公开这死伤的消息。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虽宣布暂停拉瓜迪亚机场所有航班起降。 飞机机身前站明显毁损，画面看起来真惊人。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伫当地时间2日半暝发生一台加拿大航空客机降落了后，伫跑道甲地面车相撞的意外，大阵警消赶到现场救援。 根据纽约邮报报道，当时一台港务局的车正要去处理另外一件事故，所甲时速39公里的客机相撞。At approximately 11:40 last night, Air Canada Flight 8646, operated by Jazz, collided with the Port Authority aircraft rescue and firefighting vehicle on runway 4. 根据 NBC News 报道，传出客机正副机师2个人已经死亡，不过目前官方无确认是毋是造成死亡，还是人员受伤。 加拿大航空发声明，客机由加拿大爵士航空接飞，由加拿大蒙特罗飞往纽约的加拿大航空快运8646航班。爵士航空表示，根据初步乘客的名单，机上有载72个乘客加4个机组员。The plane carried 72 passengers and 4 crew. The ARFF vehicle carried 2 officers. 网络物流团正成严重，事故发生前几秒，空中交通管制员捌一直紧急叫车紧停，不过这段严重也无得到证实。这个事故嘛必须拉瓜迪亚机场紧急关起来，详细事故发生的原因也有待深入调查。记者采访报道。